主咱兄弟大家平安。这几个月来拢在落雨吼，今日天气嘛小可冷，较像目屎以前的冬天，嘛圣诞节嘛是这种天气吼。咱今日是圣诞节的赞美礼拜，咱真欢喜来到主的殿堂，做阵来敬拜。咱头同心来祈祷。阮的天父爸，感谢你带领你正经你的脚步来到你的殿院，阮阁一摆来聚集伫你的面前，做阵来敬拜你。今日是阮庆祝主降生的日子的赞美礼拜，求主的信心甲阮同在。为今日的礼拜中间，阮通阁体验到主降生的意义，阮阁一摆思考，主是为着阮众人的罪来降世伫即个世间。望阮会当将即个福音传开看，互更较侪人知。阮将今日的敬拜恭敬奉献伫主的面头前，阮来祈祷，靠主耶稣圣尊阿求，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阮来庆祝耶稣降生的主日，所以邀请大家会当用歌声，咱做伙来学乐咱的上帝。邀请大家会当为咱的座位顶顶徛起来，好无？咱用欢喜的心做伙来学乐，称赞阮的上帝。阮是来唱华语的哦。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一切歌颂赞美，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咱要用台语的版本来唱。伫副歌的时阵，咱有一款动作，邀请大家当甲阮做伙来运动一下哦。一切感谢欧罗，一切感谢欧罗，拢归我主我的哦。你是看得敬拜甲欧罗。唱歌，哦，罗耶稣的名，哈利路亚。那做伙来哦，哦，罗主，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罗主。感谢欧罗，拢归我主我的哦。你是看得敬拜甲欧罗。是我姊妹来唱。我要大声唱歌，哦，罗耶稣的名，哈利，咱做伙来唱，哦，罗主哈利路亚。
路亚。哦，老主，哈利路亚！哦，老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老主，哈利路亚！哦，老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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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咱的上帝，邀请大家会当坐落来。今仔日是我来庆祝耶稣降生的主日，但是一般人伫咧庆祝圣诞节时，常常会看重的是过节的气氛。但是阮是基督徒，阮来庆祝是要纪念咱的主耶稣伊的降生。伊的降生，互阮和平甲毋忙，即个平安甲即个疼，伫古早以及刷到永远。所以，阮伫遮来庆祝伊，来纪念伊的疼，希望即个疼甲和平会当，互阮搁较平安。嘛邀请大家会当将耶稣降生的即份疼，传互搁较侪人知。因即份疼，咱做伙来唱歌，来学乐咱的上帝。台北的圣诞节，台北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感觉到一种爱的力量，从天那端开始蔓延，我知道那是你。台北的圣诞节。台北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感觉到一种爱的力量，从天那端开始蔓延，我知道那是你。全世界的盼望系在你身上，从永远到永远都要传承。你的降生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台北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感觉到一种爱的力量，从天那端开始蔓延，我知道那是你。全世界，全世界的盼望系在你身上，从永远到永远都要传承。你的降生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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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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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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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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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全世界的盼望系在你身上，从永远到永远都要传唱你的降生是为了我。我知道那是你，我知道那是你，我知道，我知道那是你。请大家闭眼心来，今仔日的礼拜。伫极悬的位，荣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
即时三角来吟诗，圣诗45首，圣诗45首，学老大笔会好的。学老大笔的好的，受抹油主基督，照爸所定来降世，掌管天的万国。伊来要解除压制，受犯得到透放，予人赦罪归天，天父公平治理万邦。请起立吟全首，圣诗45首。请坐。过来，咱同齐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神。第周报的第8页，也就是咱查历的这张奉献的迄张内底，咱同齐来读尼西亚圣经。愿信同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
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小女玛利亚出世，真侪人。伫本州彼拉多林内为咱顶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国外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阮信赏赐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托先知讲话。阮信一个圣、公堂、使徒的教会，阮告别一个为着赦罪的洗礼。阮期望世人国外来世活命。阿免。这是来启应，请掀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41篇。启应文第41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9章，咱同齐来启应。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亲像在收割的欢喜。亲像你毁灭缅甸的军队迄日，讲断因肩头的棍，侵略者的铁围，过着匪的军服，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伊要负担国政。贤明的导师，永在的天父，伊的主权无强，伊要坐大笔的座位，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这是三角来吟诗，圣诗69首。圣诗69首，请来忠诚信徒。请来忠诚信徒，快乐得意向前。请来，请恁欢喜来到伯利恒。来朝见救主，天顶君王出世。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敬拜伊。我主基督，请起立，民全首，圣诗69首。
请坐。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阮感谢你，你有创造，你有排比，你计划人类所要行的路，你用你的慈爱保守看顾。总是主啊，求你赦免阮，因为阮常常袂记得你。当阮家己过得真好的时，阮就离开你，亲像在早以色列人，当因强盛的时，因就认为应该足够。即摆我嘛亲像是安尼。总是主啊，求你怜悯阮，因为阮就是无够额，阮就是亏欠主你的荣光。在这个圣诞的节期的中间，求你帮助阮，互阮常常思考阮家己是毋是将福音的罪行清，通在主你的面前得主你的欢喜。主啊，在2020年，阮拄着真大的一个疫情，在台湾，阮检测还阁较自由，但是在世界，阮看见每一个国家，遐个人民嘛拢是你所疼的人，因伫迄个所在受苦、破病、惊吓，全世界乱糟糟，嘛有侪人因为这个疫情来丧失伊的性命。总是主，阮犹原，阮感谢你，因为你绝对无甲阮灭绝，你绝对为阮开头前的路，因为你是迄个疼人的主，疼你所创造即寡人类的主，你是阮的主。文山教会明年要130周年的庆祝。我们要搁较侪来想讲，主你的恩惠伫阮的中间遐尔啊久，求你帮助带领阮，互阮会当做啥物来回应你。在今年的年尾，我嘛要买牧师馆，我嘛要聘牧的监选。要欢喜迎接主你为阮备办的牧者来到阮的中间。主啊，在这2020年，互阮感觉真软弱的时，主啊，求你坚强阮的意志，带领阮有坚定的脚步，互阮一年一年来见证荣耀你。恳求你听阮的祈祷，诚侪阮的气力，在阮认为阮无够力的时，在阮欢喜的时，在阮暗暝静静倒地的时，主你是每时每刻的主，互阮注神伫你，无一刻离开。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求主阮平安。这是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安慰、欢喜的好消息。
咱三角组织传讲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伫的故事。咱三角组织少年这个故事，到伫今日，由原主神听候伊再临，请来主耶稣。这时当作来读两位的圣经。第一位记载伫旧约的部分，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到第3节。伫咱大律汉译本记载伫旧约的部分754页。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到第3节。总是迄个捌受痛苦的地，无过踮伫黑暗。前上帝予西布伦甲拿弗他利的地受看紧，后来就予沿海的路、约旦的河外邦的加利利得到阳光。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你予即个国民做做，也加添因会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亲像收割的欢喜，亲像人分所抢的面，迄号的欢喜。第二位圣经，咱所要读的是
路加福音第2章，路加福音第2章，咱要由第8节读到第15节，伫大约翰译本新约的部分65页。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迄地方有各样的住伫山里，米是手机顾因的羊群，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为蕊照因，各样的大惊。上帝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庇的城，已经为恁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角伫地，学老上帝讲：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这个天使离开因，上天的时，各样的三角讲：等咱来去伯利恒，看所食的事，就是主所报咱知的。读圣经到伫遮，只是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献3首诗，真光要显现，陪伴道路。早伫大庇王的城内，伫起头，上帝创造人类来显出伊的疼，搁互因得到疼。为着安尼，伊选择这个上伟大的创造，总是人类却无选择伊。一届搁一届，因离开上帝。总是上帝却无放杀因，伊继续呼召因，不断的疼因。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因虽然行伫黑暗中，上帝的百姓却犹记伫伊是真光。因就试验家己的方法，要倒转去归往上帝。总是因无法度，伫极其痛苦中，因就往上帝啼哭哀叫。上帝听见因的声，伊就做一个计划，因为人类无法度去到伊的所在，但伊要来亲身来到因中间。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想侍咱，伊要负担国情。伊的名要称作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下爸，和平的人君。
已经行伫黑暗中真久咯，因袂记得要怎样踮伫伊的光的中间来活，所以上帝就计划搁一摆陪伴因的心归向伊。伊派一位天使带消息去到一位祭司名叫撒加利亚的所在。天使对因讲：“撒加利亚，无得惊，你的某伊丽莎白要生囝，你着甲伊号名叫约翰。伊要互以色列后的侪人活倒转来归主，就是因的上帝。伊要用以利亚的心性甲才能，行做头伫主的面前，为着主陪伴下营的百姓。”上帝为家己准备世间，约翰叫百姓着脱离黑暗，以互因知上帝的真相，互因通明捌伊。陪伴主的路，修伫伊的小路，遮个山谷拢要吞甜，遮个大细山头拢要互伊加，弯翘的要互伊直，坎坷的要互伊平，凡有肉体的要看见上帝的拯救。当拢陪伴好势人，上帝特别降临，总是毋是用伊的百姓所期待的方式，伊要用亲像大溃烂的君王，还是神秘的力量出现。伊是做婴仔来出世，是一位名叫做
玛利亚的女子所生的。伊丽莎白有生到6月日，天使加百列奉上帝所赐到加利利一个城，名叫拿撒勒，就近一个在色女，是已经配定着互大毕家的一人，名叫约瑟。这个在色女名叫玛利亚。天使入去对伊讲：得着大恩的人啊，平安祝甲你伫地。上帝咧教伊的百姓，伊的真相，伊要用强的势力来临，却是用谦卑甲温柔的款式降临世间。伊要经过人的动作，还是想法来降临，是用伊完全的计划甲听的气力来降临。通过玛利亚，上帝假是伊的百姓，就怎样接纳伊，就是用感谢、欢喜来降服伫伊。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
这是请黄忠健传道师为咱来正道，伊的题目是永远的平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咱是普天同庆，这个耶稣出世的赞美的礼拜。咱伫当年的这个时候，咱拢抱着一粒真正欢喜，佮真正属灵的备班的心灵，咱们来行指耶稣基督的降世。总是天使嘛，拢会来报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咱今仔日要用永远的平安这个题目，咱来探讨、来思考耶稣诞生对咱生命的意义。咱三个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的上帝，伫过去的一年，阮经历了真大的艰难。你的保守看顾，互阮拢通安然过渡。互咱看到你，特别伫以你的名所设立的文山教会来做神事、开新路、来开江河。伫这个特别的日子，阮特别来庆祝阮的主耶稣道成肉体，为着阮的罪来出世。阮来要来算孝算，阮过去一年，阮所领受的满满的祝福。当阮自集伫你的脚前，我们来听听你的话语，甲教示，祈求圣神降临，自由运行，帮助阮伫你的启示的内面，阮的生命通来得到重新的起造，来面对新的一年新的挑战。我咱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圣诞节的意义，对我来讲，伫我做囡仔的时，我就是去教会，有饼通食，有芳通食，通分。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伊的老爸是教会牧师，阮同学拢会邀请阮去参加因的圣诞晚会。伫迄个圣诞晚会的煞尾，拢会分芳，互阮食。这是我伫做爷的时的代志。后来，阮规家搬到桃园，因为阮老爸工课关系，对高雄搬来桃园了后，迄阵我小三，就是小学3年级，对，小学3年级。圣诞节的时呢，我拢嘛搁会甲阮阿母讨，讲我们来教会，因为我知影有芳通分。迄阵阮阿母就会去带到阮去伫迄个三民路甲永乐街迄个三角窗有一个天主教堂，阮去遐参加圣诞庆祝，主要是要去分芳来食。伫即阵，咱即个圣诞节并无来放假。毋过，阮咧做学生的时，阮有放假。不过，阮放假毋是放圣诞节的假，阮放假是放行宪纪念日的假。我毋知恁在座可能较少年的同学较毋知影，因为12月25号是中华民国的行宪纪念日。会记起伫我高中甲大学的时，12月24的暗暝，阮拢是以圣诞平安圣诞夜的名义，阮咧举办迄个学生的舞会，来庆祝圣诞。印象中，
当年的圣诞舞会，拢是各国大专院校的年度大活动。因为伫伊个狂欢之后的过两天的12月25，还阁是放假，所以活动会使办甲诚大，过两天继续放假。当我结婚了后，每一年的圣诞节的重点变做替阮的囡仔去备办礼物，甲藏伫帽仔内底。甲藏伫眠床骹，还是藏伫无啥好找的所在，互因困醒了后，家己去找，因为迄个是圣诞老公公的礼物。所以，伫我还未认捌主耶稣的进前，圣诞节对我来讲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那么，这个情形，应该毋是，干那我安尼来定，这应该是咱目前台湾的社会可能也阁是真普遍的代志。我想，这嘛是咱即马大部分的人也阁毋知，圣诞节是耶稣基督道成肉体降世做人的日子。所以，安尼咱知，咱伫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圣工的顶面，确实咱也阁有诚济爱努力的代志，爱努力的空间。那么，耶稣基督的诞生是普天同庆，是万民欢喜，是天大的好消息，就是咱今仔日第2段的经文，伫路加福音的经文所讲的，迄地区有一寡各样的人伫野外暗时轮流伫顾因的羊群，主的一个天使对因出现，主的阳光四面甲因照，因就非常惊吓。天使甲因讲，毋免惊。我就报恁一个要互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今仔日伫台北的城，有一位救主为着恁来出世，就是主基督。恁会看到一个婴仔用布包地倒伫泽里，这互恁叫做记号。忽然间，阁有一阵的天军。甲迄个天使做伙，伫颂赞上帝讲：愿阳光归伫至高的上帝，愿以赐和平，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这是2000多年前上帝差派伊的天使来向当时伫野外伫顾羊群的人所宣布的一个要互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咱即摆来看，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本身的内容。耶稣降世，敢是忽然间的代志？要探讨这个代志，咱先来了解，就是记载伫《撒母耳下传》第7章所记载，就是迄时以色列王朝的江山已经定着，大卫王的王宫嘛已经起好。大卫王住伫宫中的时，上帝互伊遐安享太平。大卫王对先知拿单讲：我住伫即马香柏茶所起造的宫殿内底，毋过上帝还阁藏伫迄个布棚内，上帝约柜还阁藏伫迄个布棚内。伊就想要替上帝来起圣殿，不过上帝却是叫拿单对大卫讲：你毋是建造圣殿互我住的人。上帝佫甲大卫讲：我会立你的一个囝来做王，互伊的国真强盛，
伊才是替我建造圣殿的人。我要互伊的朝代继续甲永远，你的王朝要线到万代。这个所讲的替上帝来起圣殿的，就是大卫的囝所罗门王。上帝伫遮甲大卫所讲的这话，就是咱旧约当中上界要紧的大卫的约，嘛是锡安的约，嘛是叫做耶路撒冷的约。拄则咱所讲的大卫，毋是建造圣殿予上帝大个人的原因。伫后尾的历代志上卷28章第30个所在，大卫有家己甲伊的囝所罗门王讲，是因为伊杀人伤济，流血伤济，上帝才无要互伊来为伊来起圣殿。所以咱有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讲法。伫遮，咱有看到上帝有刚强的气力来杀死对敌的审判。上帝嘛有怜悯的疼心来引带痛疼伊、疼痛伊的子民。而且，上帝嘛是信心的上帝。大卫之约是对亚伯拉罕之约。到摩西之约，千几年来，上帝一直坚持信守的承诺。亚伯拉罕的约是记载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那摩西的约是记载伫出埃及记19章第1节到第6节。其中，就对这个老年甲密的土地的应允。有西团济济遍满全地的大国的承诺，阁有恁着规伫我做祭司的国，做圣洁的百姓的要求。我来甲大卫的约的重点，就是大卫的家要永远做王，做王的一定是大卫的后裔，这就是。大卫的约，那这个大卫的约的这个应允，后来，真做以色列，伊在遭遇苦难的时，伊的拯救会仰望，亲像咱今仔日第1节以赛亚的经文所讲的，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恁互这个国，恁互这个国民济济。互即个国的国民济济，嘛要加添加添因的欢喜。佮亲像米迦书伫第5章所讲的，伯利恒啊，伫犹大诸城的中间，你是小城，不过我要对你遐为以色列选立一个王，伊的家世要追溯到古早。伊会来临的时，要像牧者伫顾羊群，伊要以上主所赐的大权能，来向上主的威严来统治伊的子民。伊的子民要安享太平，因为世界的人拢承认伊的伟大，伊要带和平来互这个世界。这是伫主前。第8世纪，也就是伫耶稣出世的进前，700-800年的先知对以色列所讲的预言，也就是咱所讲的弥赛亚的预言。那这个预言伫2000多年前，伫咱今仔日的经文，上帝差派天使来甲各样的人。会报扬的好消息的当中，来得到应验，也就是讲，这个2000多年来，上帝应允，甲800几年前弥赛亚救主
的这个预言，是伫耶稣基督的出世、做人的中间来得到完全的见证，来见证一个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远的老爸，甲和平的人君。毋过，伫搁再过了2000多年了的今仔，咱伫咱今仔日的金句，路加福音第2章14节安尼讲，来见证讲，天使对耶和华上帝俄勒，伊讲，愿阳光归伫至高的上帝，愿赐和平，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这个俄勒伫和合本，伊翻译作，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面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所以讲，这个天使俄勒，就是阳光是归伫天父，平安甲和平是要归伫地面上伊所欢喜的人。这就是耶稣基督降世天使的俄勒甲祝福。伫遮，咱要安怎？要来落实这个阳光、这个荣耀、甲这个平安呢？这就是咱今仔日用这个永远的平安这个题目所要来探讨的。咱所要探讨的，就是讲，耶稣基督伊道成肉体，出世来做人，对咱即马实际上的意义是倒位？是咱即马生活实际上的意义是倒位？我伫新学院的时，有一个学弟，伊是高雄红山教会的青年。有一摆，阮咧开讲，我就甲伊问讲：啊，你是安怎会来读新学院？因为阮伫新学院开讲，定定拢会安尼问嘛，有想要了解。啊，伊讲伊自细汉就伫教会大汉，长久以来，对主日咧开始所教的。伊家己所读的基督的听，伊拢无法度去真实来去感受。一直到有一年的圣诞节，教会常常咧举办爱宴、爱餐的时，规个长寮的桌啊的桌面已经摆好满满迄个丰盛的食物。这个时阵，有一个清楚、无啥整齐的兄弟，对门口行入来，因为因爱餐是伫因迄楼梯骹1楼遐个所在，看起来真妖。啊，目睭，两粒目睭，搁对桌顶迄规排满满丰盛的食物一直上。我的学弟迄阵啊。拄咧犹豫咧想讲，啊，毋知要安怎来按来即个无属伫教会的即个兄弟，伊方向毋知影，因为安尼行入来，啊，即个甲咱目前，咱的会友、教育、信徒无啥共款的即个兄弟，就在即个时阵，伊看到牧师。就安尼行过，手牵的这个兄弟，甲伊带去一个椅仔坐咧，搁翻头去缀一碗饭菜，兄弟安尼捧过，互这个兄弟甲伊讲：“你慢慢来食。”当然，这个兄弟就真欢喜，就开始来食。看到这，我这个学弟讲，伊的心哪就去互针插着。伊忽然间，伊看到这，伊忽然间，伊知捌耶稣基督
假是咱的，恁着三听，着听厝边，敢若家己。恁若三听，着要互人知影讲，恁是我的门徒。就安尼，伊就决志来读神学院。2000多年来，伫耶稣的听的内面，确实，咱看到耶稣的诞生，对咱生命的造就甲意义。其实，伫拄则米迦书弥赛亚的预言当中，咱就知，耶稣是代别的后裔，伊有王家的血统。有上帝的身份，却是伊无懒散，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等，伊拼扛伊家己，伊虚职，伊处奴仆的身份来出世，诚做甲人共款，用人的形体来出现。伊自然谦卑，顺服到死。一直死伫十字架顶，献做偌济，来做挽回咱的罪，佮洗清咱的不义，佮教示咱，着伫三听，来互咱苦难的生命来得到瓦靠。即个三听，实际上要安怎做？伊嘛有牵教咱。亲像咱咧上实验课，不管你是自然的实验，还是化学实验课的课本，嘛像咱咧买物件的时，咱所附的说明书安尼共款，一步一步，甲咱教要安怎做。伊讲，互青面个看见，互摆开个起来行，互受掠的着头放，互受压迫的得自由。意思就是讲，咱着用三听的心，咱出手，毋是用讲的啦，出手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以咱即摆来讲，就是讲，咱着用咱三听的心，好好来照顾咱的细囝，来互因得到真好的成长，来好好来扶持咱的学生同学。来，互因有得到真好的学习，来好啊！来看顾迄个软弱病痛的肢体，来互因会当得到真好的恢复。佮好好来陪伴迄个孤单一个人伫厝里的人，互因来得到温暖。譬如讲，招因来教会参加组织，像咱的共餐，像咱的做操。嘛，好好啊来安慰忧伤的人，来互因来得到好的疗养。所以耶稣基督，伊甲咱讲甲真清楚，是咱要安怎去伫即个了解当中，咱要安怎去落实伫咱的生命当中。希望咱。今仔日庆祝耶稣的圣诞的常时，会当真正明白耶稣要互咱的启示，佮通顺探伊的教示，咱伫三听听心的内面，来得到迄个永远的平安，佮将即个阳光归伫至高的上帝。咱三个来祈祷。特别，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伫今仔日引带带领，互阮搁较紧活来认捌，阮的主耶稣的诞生对阮生命的造就。主啊，求你赏赐气力，互阮有法度伫主耶稣的言语的内面来学习。耶稣的教示，来活出基督的样式，伫阮互相三听的听心的内面，听的内面，来得到
永远的平安。特别，我们求主将这个平安甲圆满保守伫阮后礼拜，阮牧师的柯牧师的感选。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续，请献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荣耀归伫至悬》，普天快乐唱歌。当上帝完成伊的计划了，耶稣以马内利已经全然为着伊的百姓降临。虽然世间人毋知有啥物变动，总是各项事拢改变了。约瑟的细系属伫大庇的家，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太，到大庇的城名叫伯利恒的，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家教。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因伫遐个时生产的期到，就生头上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泽里。虽然世间还毋知即个好消息，天庭却袂禁止欢喜快乐。天使学落上帝计划的美妙，甲伊极深的疼叹。一位天使去对牧者宣告大好的消息。忽然，进天军出城学落上帝所做。忽然有济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伫地，学落上帝讲：伫极悬的位，荣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
上帝已经为着伊的百姓降临啦，伊予因知因着怎样活出伊的活命，伊阁予因知着怎样甲伊同死。伊讲，伊要想出新的活命、新的道路。当伊对信仰中过活以后，伊一切所做，毋是只有为着历史的小部分，乃是为着将来一切。主耶稣，请紧来！阮的世界虽然黑暗，总是你的真光拨开黑暗。阮虽然捌感觉无前途，你的疼却永远坚定。阮虽然会行迷路，你却安排一条活路。阮虽然非常惊吓，你却赐阮极大的喜乐。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台北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真救者，就是主基督。这是撒迦利亚诗圣诗70首，普天同庆，祝临世界。
普天同庆，祝临世界，传递迎旨君王。大家为主备办所在，宇宙万有尊重，宇宙万有尊重，宇宙万有尊重。请起立，吟全首圣诗70首。普天同庆，祝临世界，传递迎旨君王。大家为主备办所在，宇宙万有尊重，宇宙万有尊重，宇宙万有尊重，传递欢喜，求主掌权，世人拢着唱歌，咱也同乐，山也平安，欢喜的声无山，欢喜的声无山，欢喜欢喜的声无山。天王以上，无可失望，支配一切暂等，我主临家，光阴充满，心殿无可拍远，心殿无可拍远，心殿无可拍远。叫做愿意，若是万类，应当应允应义，以和平充满大位，恁爱极其招比，恁爱极其招比，恁爱极其招比。请坐，这是来奉献。
这时请咱掀开周报，咱先来读咱今日的金句。咱连续来读两解金句。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中间。路加福音第2章14节。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路加福音第2章14节。来州事项的同工下礼拜领唱陈信雄长老、司礼赖文如执事、司琴杨如玉姊妹。献诗是敢若团契，司献是张义如执事甲周明祥执事。交代是张义如执事甲林聪慧姊妹、吴恩婷姊妹。音控是周明祥执事甲周宏邦兄弟。讲告的经理是谢大斌老师吼。拜三查经祈祷会邀请大家来查经，咱的题目是真侪上帝儿女的自由。主理是陈定辉长老，司礼是赵玉乐长老。下礼拜，咱的礼拜主题是面教的溃烂，吼是要谢大斌牧师来为咱来讲道。咱每一年伫年终的时阵，咱拢有对咱年长的长辈，一个小小的红包来对因来做一个恭喜，以及咱对咱即年的中间参与服侍的兄弟姊妹有一个致谢的一个小红包，这是请黄团道来颁发。摆当年到即个时阵，就是上欢喜的时阵，咱咧孝顺，咱上帝恩典，咱来感谢咱坐坐的同工，甲咱祖亲的会友。请咱一束吼，我因为大家用我吼，都时间的关系，我就用华语，因为惊有人听无，华语将名就念出来。迄个春签我就无念吼，时间我念了，大家徛起来就好。咱的执事会将即个致谢的小小的礼物来送到你的面头前，安尼好无？好，安尼开始吼，来，张约伯、郭景凤、李张彩玉、郑吴玉。请你徛起来哦。陈胜山、张昭义、郑如玉啊，郑如玉，在楼上都要拿上去。张昭义，来看一下。谢张宝彩、许金娥，请站起来，站起来。徛起来都好，徛起来都好。江素霞、陈代淑霞、张晨敲、严玲花、徐前春、郑青梅。在楼上的话，要看一下。欧秀敏。来站起来，曾美霞、谢有健、郑林立清、吴桂美、林郑美玉、陈素贞。张陈秀美、张李云霞、朱素、苏坤郎、张约尔、
严正儿，哦好，陈美惠、张昭仁、吴金竹，来，兼吴淑敏。张佑文、张佑文，来，张佑文。林李丽玉、林李丽玉姐，来。周陈世美、苏碧姐。林继成、林继成，后面。张乖，金博士。张弘毅。刘蔡金珠，老金珠姐，李文福、卢道安、张金普、江炳豪、廖秀兰、陈千惠。刘陈淑芬、秀芬姐、张建雄、陈桂英、杨天放、张君子、滚珠姐、陈大沟、大高兄。方荣珍、黄子贵、朱贵兄、彭彩云、在这，刘宗灿兄，李义云有分这。于聪谋、谢爱雪、爱说这，来，张建传、黄丽珠、丽珠这，陈丽珍、丽婷这，李美琼、美婷这。黄丽芬、李芬姐，宋台生、王林、李宝林、宝林姐。继续咱的同工吼，同款拢徛起来都好。廖宜洲、许朝佳、梁秀如、林崇慧、曾美霞、刘宗灿、潘宣豪。周胜美、张仁峰、潘秀丽、苏云威、杨如玉、张丁显、吴恩婷、洪建志、廖竹英。张信邦、黄慧月、尹爱玉、吴淑慧、杨淑娟、
李秀凤、叶秀玉、张景元、曹文正、影响呢？蔡美雪、蔡美云、蔡美云，不是，青梅姐，王映玉、李佳琦、潘宣儿、林义如、谢义宏、陈秀凤、王思慧、林崇珍、陈玉兴、陈佑兴、豆豆、李若愚、黄淑满、林素云、苏淑珍、林淑英、陈国月、林建杰、许清哲、陈宝彩，建杰在那里，许清哲在那边，张建传，江伟山，施浩轩，周鸿邦，周绿健，上面一起，张家瑞，李思雨，黄湘云，徐怡芬，好，谢谢大家，其他的我再亲自送达。好，谢谢大家，我们时间。黄团队一年过得辛苦吼，代表到咱个第一。接下来咱来看周报吼，报告的部分。第6页，咱今日是圣诞赞美联合礼拜吼，期待咱用欢喜的心来庆祝耶稣的出世，带来快乐。吼，咱今日无华语的礼拜。第二是咱下晡吼，下晡4点的时阵，咱要开始咱的庆祝的舞晚会啦吼。咱有准备真精彩的节目，嘛有真好的丰富的奖品吼，邀请兄弟做阵来参加，嘛会当邀请大家厝边隔壁也做阵来。吼，过来就是咱圣诞夜祈祷后吼，伫咱12月24号的暗暝8点，吼，咱要开放报佳音的家庭吼，若有想要开放你的家庭，互教会来去报佳音的，吼，伫下骹柜台来填写。到今日咯，吼无法度搁较久啊哦。过来就是咱伫12月27日，就是下礼拜日下晡2点到4点，咱要去形容照顾中心，要去遐报佳，甲因做阵欢喜啦，因为一个礼拜，吼地址伫下骹，咱家己来看。若要甲咱做阵出发的1点半，咱要为教会行路出发，吼你要自行前往的，请咱着看地址就好。第5，小会广告，下礼拜日咱要召开临时的会会，来办理楚成凯牧师聘牧的监选。咱会员名单甲办理的事项公布就公布拿。吼，迄天咱嘛是联合的礼拜，无华语礼拜吼。伫即个所在提醒正兄弟姊妹吼，因为聘牧的要求真悬，
咱的出席率也真悬，咱嘛爱投票，投票的同意率嘛爱足悬，所以请咱会记的一定爱出席。如果若有重大的代志无法度出席的，请咱小会书记来请假。第六，咱牧师馆的购地案咱感谢主的恩典咱进前有通过临时的好会来购买牧师馆咱第年底的时阵，咱就会完成过户甲交厝邀请兄弟甲各团体同齐来参加咱各项财务组所规划逐项的方案咱有一张回应单夹在周报的内底，请咱家己详细来看。第七是咱2020年各项奉献甲团契结小注意的事项。第一就是要配合奉献款，包含对外各教会团体以及对内各团契，请务必在2020年12月27日，也就是下礼拜二以前来完成奉献。第二就是各团契银行，请你将手头的现金存入在12月31日。一定爱甲所有的手头现金拢存入银行，存入簿仔内底。第三，咱伫2021年1月10号要举行下半年度普测的检查，请各团契准备你的校册来受检查。第八，2021年的献花，咱已经开放登记若有要献花的人，请去柜台来填写。第九，咱教会大合照的拍摄通知啦咱下礼拜礼拜煞，咱要伫中庭的所在来翕大合照咱已经足久无翕啊，请兄弟同齐来参与咱来翕相来留念啦过来就是130年鸦片小组开会伫咱大合照下礼拜大合照结束以后。咱要召开130周年影片小组的会议，请同工劳部来参加。下骹是咱教会集体交通甲代祷的事项，请咱家己来看。今日毋知有新来的朋友无？平安。3位新来姊妹，甲兄弟姊妹。第一位是罗西兹，她是我们圣歌队凯琳的妹妹，然后还有她男朋友，我们请她们先站起来一下，让大家介绍一下，认识一下下。欢迎，好，请坐，谢谢。还有一位，伊已经提早离开啊。有一位提早离开的姊妹，伊叫郑燕静，伊是阁无一个固定的教会，伊是基督徒啊。今年因为阮昨暗时阮亲子小组做一个岁末感恩的聚会，伊嘛是经过时阵来找教会时阵，暗时偏向经过，思思拄好去接受到，所以就邀请伊来。今仔透早嘛有来礼拜，但是伊讲可能有代志先提早离开啊。伊嘛是欢迎伊，后盖若是有过来，我再介绍伊互大家认捌者。好，以上。这是咱离音马变的诗，圣诗390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临时煞请张文林长老为咱来祝祷，请起立并转手。将
咱做阵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的恩典、上帝听叹、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请坐。互相问安。